儿童国际公约 CRC 的国际审查委员今仔开始伫台北来审查咱台湾的报告，18会来整理出意见哦。今仔早起有学生就伫会议的外口，呼吁政府着爱重视校规内底针对头毛、体发，各学生自治等无合理的规定。伊嘛望讲国际审查委员哦，会当来听到因的心声。同学，停下来！你的头发好像超过我们学校规定的长度0.5公分了，你看，这个压下来超过我们0.5公分，你在干什么东西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来，等下呢，你也去寄一支爱校服。无风教官伫咧学校门口检查头毛的情景，一名高中生10日透早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外口召开记者会，因为内底有国际审查委员来审查台湾儿童福利公约 CRC 的国家报告，因要互内底的官员听到因的心声。解除法禁！除了发现的问题，学生组成权利关注小组提出11点诉求，包括至少表达意见、免受体罚、多元发展、学生自治等等的权利。这个自主权其实就是一切的这个发展的根源呐。那学生自治也是从这边开始发展的。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的学校应该要去保障这样子一个权利。这部分很重视，让每个学校的学生都能够为自己表达权益，然后能够就是不要再被像封住嘴巴一样。好，谢谢。这些学生除了会去参加CRC国际审查会议，嘛伫记者会现场将陈情书交予卫福部社家属加教育部的代表。很多我们的法规制度已经调整之后，如何把这个执行能够落实到最基层哈，包括我们的校长、我们的主任到每一位师长都能认同他们这样的一个精神。那我想在执行上面就不会出现落差哈。2016年，台湾加入 CRC 了后，发表2届 CRC 国家报告。14日刚5位国际审查委员来到台湾，按算伫10月提出审查结论意见，将做未来5年台湾儿少政策的方向甲目标。记者林世豪、陈派文台北报道。